一年3月8日是國際婦女節，這是為着要紀念婦女權利運動所設定的節日。繼續，咱就要甲鄉親講一陣查某人的故事，是一支女子籃球隊堅持理念、實現夢想的故事。這支女子籃球隊已經成立20多年，平均的年齡超過50歲。2025年，因號一個隊名白髮魔女參加世界壯年運動會，結果摕到女子50加這組的銀牌。咱就來看這陣下過50歲女性朋友安怎來展現着因的青春活力。我所有的朋友回憶都跟籃球很有關係，它是一種不可取代的一種生命經驗。隊友的眼神傳遞，一直是我覺得非常神奇的事。你們之間互相的感情是有連結的。有的人可能感情不順，或者是工作上有所混沌。可是當他一踏上球場之後，他一旦奔跑，實際上你會把他拋棄在這個球場之外。我現在想要創紀錄，看有沒有人可以打得比我老。運球、傳球、投籃，表示超過1球，真專業小將掛球。認真甲老慣老課，你一定想袂到，這樣場灣活力球員攏已經超過50歲啊！因是白髮魔女籃球隊，由輔仁大學的校友組成，因讀冊時攏是女籃校隊，離開學校了後，也因為籃球一直攏有在運動。2000年的時候，我們就因為女生畢業以後要找球伴，其實很不容易。那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有想說，我們是不是要有一個固定的球具？所以我們就流浪各處找場地，然後固定每個禮拜2打球這樣。所以這個事情已經持續20幾年了。因為早期女生要聚在一起打球比較不容易，那我們就是利用一個这個輔大校友的名義，把大家召集起來。那加上這一群志同道合的人都一直持續有在接觸在運動。所以你自然有這樣的一個團體，你就不會斷了這個打球的習慣。2015年，上辦世界壯年運動會，因決定要互拍球，那只是習慣甲興趣爾。比賽的時也愛面爛比。大家都畢業30年了，有一個這樣的機會，可以再聚在一起，再來做這件大家很熱血的事情，我覺得這蠻難得的，所以就詢問一下年紀夠的這個校友，看願不願意參加。我想要跟大家一起完成，一件，中年人的瘋狂，你也可以這麼說。這是第一，第二就是我覺得它也是一個很有意義的。回憶，因為畢竟我們曾經是學校的學姐跟學妹，我覺得這是一個好機會，就是說再一次跟學姐們一起站在球場上。休困時的休閒運動加競技賽場差真多，為了會當順利比賽，在白髮魔女用盡好心。我有先徵詢這些人的意見，我說1年的時間，你有沒有信心？你願意付出這個努力，然後可以去上場？那答應我的人都是說他們可以、願意的。去年我們就已經決定要參加這個比賽之後，我就去做了一個手術，就是針對膝蓋做了一個手術，起碼你要跑動的時候不會痛，就是把裡面的一些雜質啊、骨刺啊，把它去除掉之後，然後把這個膝蓋拉開一點。要進行高強度的運動比賽，必須強化身體肌力。醫生建議，無論是超過50歲的壯年族群，甚至超過65歲的高齡長者，攏得愛培養阻力訓練的習慣，也就是動力訓練。這對預防肌少症真有效果。肌少症不是人看起來瘦瘦、走路慢慢而已哈，它到後來是死亡率會增加。我們台灣自己做研究跟國際上做研究都是如此。我們追蹤一群老人啊，6年、10年之後，發現死亡率有肌少的會比沒有肌少的高出1倍。所以換句話說，如果你能夠好好整理、好好逆轉、好好治療這些肌少的話，大家壽命會更好。這
一台目前設定是45公斤，我如果往右按下去的時候往上加，往左按的時候就往下降。好，那剛刚聽到这聲音就是壓縮機在增加它的氣壓，增加阻力。那一般我們2隻腿往下蹬，承受體重一定沒問題，所以我們用50%的體重絕對安全。要安怎提升肌力？頭一步必須建立正確的觀點。大圓拿啞鈴就是阻力了，好，然後有病人會跟我說，韓醫師，我昨天這個二頭肌訓練我做了60下，一個訓練可以做到重複數60下，這時候已經在練耐力了，不練阻力了啊，所以它已經像是有氧，一個強度高一點點的有氧，越是強度高，重複數少，我們越希望是有教練能夠帶領。我過去說過一句話啊，把這個錢拿來請教練，省過以後拿錢來請看護啊。那讓教練好好的帶領，讓自己身強體壯，那以後室內時間就會短，這個看護的花費會少。好，吐氣往下收，好，停住。好，主要是我们的左右手一定要抓牢。這幾年來，壯年甚至高齡族群愈來愈想去健身房。專業教練強調，重量訓練無危險性，可以讓好身體更加健康。直白一點好了，我平常都不跑步，然後你突然間讓我去跑步，那這個並不是一個最輕微的運動，而是可能你的風險上升速度比起你穩穩定定的在這邊有教練指導，或者是有器材固定的情況下的風險來得更高。那我們希望是其實讓重量訓練這件事情，讓大家的想法不是這個重量有多重，而是我的身體適合的重量，那去做適當的肌肉的刺激，而且它可以精準的對你的需要的肌群做訓練嘛。扶一點，來有力哦，有不錯不錯，現在右手比較會出力了，再2個，來3，對，重心拉長。這個人家大立竿、細立竿的學員，目前為中風，致使正面身體神經受損，學完後積極做復健，狀況已經改善真多。我那個時候是右半邊幾乎不能動，你光手都握不起來。而是慢慢復健，慢慢來。你讓身體動習慣了之後，他身體會告訴你，你在保持你運動狀況，他是喜歡的，一定會累，然後你就會跟教練講，教練好累哦，什麼？你講累才表示說有達到效果啊，因為你有動到肌肉，那是一種身體會對你的回饋。很多的東西不是疾病，它其實就是你的肌力失調了，導致你這邊受傷那邊受傷的。針對肌肉去做訓練的話，是不是讓你可以執行運動的時候更安全、更有效？加一點點重量。以前的想法來說，他會覺得我年紀大了，我是不是就正常來說就是我應該會容易累，然後移動能力會下降，或者是我漸漸沒有力量，這個是好像年紀大就必然出現的事情。可是實際上它並不是嘛。以肌肉來說，其實它是經過訓練的情況下，它都可以維持相對的運動能力，所以並不是年紀越大它狀態越差。對，所以對我們來說，就是我們希望把觀念給這些長輩，那他運動能力好了之後，他自然而然他就可以去感受到說其實我可以保持我的身體狀況，然後保持我的生活品質。除了去健身房，其實這馬也愈來愈流行在厝內健身，甚至會當直接請健身教練來厝內1對1上課。Hello， 老師你好。你好。等一下我們一樣就是來做一下今天的訓練。好，我們就是針對核心，然後來做可能像上次做的單腳硬舉的動作，我們就複習一下。因為很多的長輩或是中壯年以上，不一定會把肌肉力量訓練當作主要的範疇，可能多半的觀念停留在有動就好，有走路就好。那其實不是，因為隨着觀念的興起，大部分都會知道說，預防及早症的重要，或是訓練肌肉量的重要。好，hold住。盡量感覺是全身去分散重心。首先我會聚焦在運動的目標。因為假如我們今天是針對肌肥大、肌肉量做不斷的去刺激的訓練，那當然需要健身房比較重的器材。
那但是假如我們的目標是符合生活的功能性，就像剛剛講，例如說買菜，或是你要走樓梯能夠拿着很重的重量上來，那其實在居家裡面，我們透過瑜伽墊就可以做到很多核心的功能訓練、檢測訓練，或是下肢透過或是透過壶鈴就可以達到一個很好的訓練效果。一有重量，我們一定會習慣用膝蓋去優先去分擔，可是應該用髖關節去分擔。好，來，身體前傾 ，hold 住，對，像一個早安鞠躬的動作，鞠躬完之後回正。對，其實這個主要就是髖關節的主導動作。我有發現，就是說跟着小葛做的時候，就是可以慢慢每一次都有小小的改變。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講是很振奮的一件事情。目前大部分的高齡族群，相關是運動，也是走路、走標，這有氧的運動，來當加一寡肌力訓練，對保持身體狀態真有幫助。我們一般都會覺得說，運動就是出去走一走。但是我發現說，就是有這個小葛帶這個運動，其實是有根據你自己身體的狀況、體能去做很大的那個去改變。哎，你這個方法不行，那用別的方式來帶。那我覺得說，年紀大的話，可能一般都會覺得說我體力變差是應該的，就是必然的現象。可是我覺得這個的話，你會翻轉那個概念。其實我們人體有不同的肌纖維，其中一個叫做快塑肌纖維，它算是隨着年齡增加，我們會流失的比較快。那要怎麼講把這個肌纖維的能力去補上的話，其實透過肌肉力量的訓練，甚至是爆發力的訓練。因為透過走路啊，并沒有辦法讓我們有效的去刺激到這項能力，所以我們才會希望說能夠讓肌肉力量的訓練多一些，再增加在我們的生活中。大學到現在這也20-30年，就有辦法一直在持續投入在這個運動上面，這樣就是喜歡啊，其實沒有別的理由，就是喜歡而已。像我腿已經開過2次刀啦，但是我都是復健回來，我再繼續打。有一種原來過去那些事情都是真的。你曾經有一段時間，你奔馳在球場，你三分球很準，你會快攻，那些事情其實距離你30年了，但它是真的，它真的存在。所以世壯運讓我把那一段記憶，就是好像重現了一次。後邊後程換來美好的結果。北華網絡籃球隊2005年世壯運打球超過50回，陸續作為比賽拿下金牌。雖然規身軀乾，不過這份感動真歹形容。我每一場都有哭哎。為什麼會？就是因為就覺得說，我覺得你看，大家如果說我們以50歲以上來講，12個人，那你看就多少歲的人能夠有這個機會重新再一次站在球場上啊？我覺得他不管是1場比賽，或是2場比賽，或是3場比賽，我覺得都是你以後回想起來會是一個很特別的時刻。我現在想到都很想哭。有啊，快哭了。我覺得感動的是那一種球隊球員之間的默契。你知道籃球是一個很迷人的事情，就是隊友的眼神互動，因為我們聽不到他們在場上很吵，你就看到他的眼神，你就知道他要跑那裡，你球就給了。我覺得那種魔力是非常大的，所以在冠亞軍賽結束的槍響的那一聲，我就哭了，我就想我們做到了，做完了。過50歲了後，更加需要鍛鍊身體，有啲家己的運動項目發揮自信，在平靜的生活中，展現出一個活力甲光彩。